调查原因来看，密报彰化市有一座这个市民护士呢，有规称遮台湾特有种的密报，密封即间的保护这个边的环境，好这密报会当继续休。伫10月下晡发生6点8大地震的时，监视器翕到这密报呢倒吊拢板暗暗，秘似吊顶共款，海甲遮大下无半只落落来。 几啊千只微博用一支脚挂伫天棚，敢若咧表演特技，厉害阁有这透过监视器来看，918台东发生规模6点8强烈地震，这微博若吊顶海来海去，毋过拢无落来。很快，那种感觉快就掉了。他们会伸懒腰，蛮神奇的，很壮观，看。 这个是台湾特有种叶片微波，拍开时高会当达到60公分。5、6月是生产期，微波母带微波飞出棚空，出现伫彰化市石牌溪生态步道边的4名护士。目前将近800到1000只，这是彰化最多的。 微波大军会选择住伫遮，是因为遮有稳定的食物来源。有没有甲虫？ 蛾类都是它们的食物，甲虫类的昆虫越来越多，说今年食物多，它那个蝙蝠就飞回来很多。庙时会当炸风片后边就是树林，有通啊食，佫真好困。专家讲微波就直接住伫遮。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小昆虫是它的主要食物，还有一些果实。你看有很多金龟子啊、甲虫类的尸体，这个就是它们吃的食物的大便。蝙蝠有个特性啊，它如果熟悉这个环境的话，那每一年它都会陆陆续续的话。 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。27年前，庙方管理人员伫遮发现庙宝族群虽实施生态保护计划，无特别互即个栖地现光，庙宝嘛无受到干扰，嘛因为安尼变作生态秘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